时间就要到吼，请咱安静心跟两分钟，咱要开始做礼拜。礼拜之前，咱要先请做长老先做咱来后前的祈祷，咱先安静心。公爷在平安，平安。今日是做下头，祈祷自己来心。做来祈祷上帝，感谢你，就是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做个敬拜。今日特别做个男主同齐的来领受做献上。特别上帝，我恳求使我每一个人，拢一个悔改的心，帮助阮，无论是啥事，拢晓来谦卑，阮顺服你。特别上帝，阮伫日子阮的生活中，阮有充满侪的惊吓、不安，求主帮助阮知，主你是阮的顶牌，阮的需要倚靠你，求主帮助阮，让人有勇敢，像是阮有智慧，像是阮的信心来去面对阮所要拄着这挑战还是试炼，要帮助阮知有时，我来也付出代价，才当来成就阮人所爱做的事。主我求你帮助阮。为上帝，阮虽然，阮每一人逐日为着阮家己的事业，为咱家庭在劳碌，求主帮助阮，会知影阮来找机会，也来服侍你，来用欢喜的心来参与伫教会的事工，用欢喜来回应，来助力伊阮步调。特别上帝，将下骹时间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出带领，求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是来开始礼拜。这天讲起上帝的阳光，中
常保养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暝对迄暝传出在外，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去。咱做个金丝了上帝圣经288首，祝我打9分，爱见你的面。小姐，咱来做来启用27篇，就是4084篇，启用27篇，咱做来启用。万军的耶和华，你常见所在，我人较人以来。我的心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滚去。我的心，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这叫为着家己做着一个事，伊啊为着
着家己找着有囝的时候，就是伫遐的最大位，徛起伫你的厝的，显互人有福气。因为天地无路里，伊的力在伫你。因为天是上天下大路的我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故上天的福的福气互伊满。因若行气力，若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我的敬拜的上帝啊，你就看。伫你的第年带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今仔做来看今仔新进展，今仔今较有2个所在，一位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28章到20章，出埃及记20章18到20章。正八是看见雷弹、四那炮角的声，搁山顶出烟。八是一个看起就袅袅喘，桃园徛地，对摩西讲：求你甲阮讲，阮要听，毋通上帝甲阮讲，惊了阮会死。摩西对八是讲：毋免惊，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恁，搁互恁时常敬畏伊，免得恁犯罪。来，咱来看。诗篇第80篇第7节到15节。诗篇80篇第7到15。你对埃及撒一丛葡萄树，赶出列邦来扎伊。你伫伊的头前摒空土地，伊的根定深。一生看满地，伊的影惹捌遮的山，伊的枝亲像真好的白香树，发出伊的枝伸到大海，伊的藤探到大河。你写书拆毁伊的篱笆，出在一切过路的人万伊，树林内出来的山猪糟蹋伊。旷野的走兽食伊，万军的上帝啊，求你倒转，对天拗落看，照顾一丛葡萄树，保护你正手所栽的，甲你为家己所坚固的基。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0节，人们听见雷锋和号角声音，看见闪电和山上冒出的烟，都非常害怕，远远地站着。他们对摩西说：“请你向我们说，我们必定聆听。若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摩西回答他们：“不要害怕，上帝出现是要考验你们，使你们时时服从他，不致犯罪。”我们再来看诗篇第80章，从第7节到15节。诗篇第80篇第7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你从埃及带出来一棵葡萄树，
你赶走异徒，把这树栽上，你为它开垦了一片土地，它的根深深扎入，且蔓延这地。它的阴影遮盖了群山，它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树枝伸展到地中海，树根延展到幼发拉底河。你为什么裁掉它的篱笆，任凭过路人偷摘它的葡萄，让林中的野猪来啄烂它，荒山的野兽来吞噬它？上帝万军的统帅呀，求你回心转意，从天上俯视我们，拯救你的子民。求你来照顾你亲自栽种的葡萄树，就是你培植的这么茁壮的幼树。感谢上帝，是咱以为咱下一刻时间到李牧师，由他来记得领导一个证的。咱做来大家祈祷。主必听咱阮的慈悲，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摆列阮对你的感谢甲祈祷。主，阮过去的日子的中间，也看见北加州有2个较大的山火，造成千几户的厝被烧，有几啊个人因为安尼来丧失生命。我恳求主你的恩典甲阮三个地地。阮在即个地球的即个大气的现象在改变的中间，每一年拢会发生即种的灾难。当阮面对即个灾难的时，互阮会通搁较要紧倒转来伫你的面前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伫即个关系中间，就像经文所甲阮讲的，你是要来训练阮、坚固阮，互阮搁较甲你较亲密来行。伫苦难面对苦难的时，面对一个艰难的时，你互阮来学习搁较侪祈祷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来保守阮即个土地，特别是伫2020阮所面对即个全世界的瘟疫，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度控制。到目前为止，疫苗也还未产生。阮也看见阮目前美国总统也染病，也咧接受治疗中间，也有侪其他的人也相款受着即个病的困扰。求主你的怜悯，甲伊三角地地，也保守遐会伫第一线底照顾提供服务遮的人，拢有伫你的圣手的内面来保守因，互阮无轻看即个困难，但是阮也无累志，因为阮知你要坚固阮的信心。阮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到伫你的圣殿来自责，对你来摆列阮的学乐、感谢甲敬拜。阮今仔日也要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甲你三角坐落。求主你将你的救恩搁一摆来临到阮，提醒阮，互阮亲像过去的信仰的前辈出来叫以色列人共款，继续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阮甲人的关系，甲你要安怎来相共行。为了今日的敬拜甲领受恩典，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幅图是咧描写摩西伫山顶摕即个石板落来吼，其实即内底有2个摩西吼，伫咧山顶遐有一个伫跪伫遐祈祷的迄个吼，咧领受迄个石板啦吼。落来即个是因为以色列人吼，咱来看咱的倒手边我画字迄个，伊迄画了足细吼，一身迄个金牛仔足细身的吼，其实因咧做的金牛仔搁较大吼。摩西伫遐实地将即个咱咧讲法邦律法吼，甲写互破去安尼吼。即幅图提醒咱伫即个出来日记咧记载中间，摩西伫西奈山顶所领受上帝的10条诫。今仔日的经文本来搁较长吼，爱对出来日记20章第1节开始读啦吼。我同用后壁，因为咱即个信用告白，咱用10条诫，咱就
咱要来思考啦，因为足侪人吼，我听真侪人咧讲这10条诫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啦，吼。因为10条诫是上帝颁布互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较就是嚟讲吼，较正确来讲是安尼啦吼。但是圣经所咧讲的，毋是讲我今仔日对你做即项代志，安尼就 period 就结束啊。是，即个是一个真重要的，咱讲 sample 也好啦，还是讲即个 model 也好，互咱来思考人甲上帝的关系的问题伫倒位啦。伫出来记的中间，咱伫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咱拢咧讲着，伫我心中咧查即段的经文。咱足确定，上帝咧甲咱提醒，伫咱的人生的路程是一段搁一段的出埃及的经验，一摆搁一摆的艰难伫咱的头前。可能咱毋是拄着红海，但是咱有咱的艰难。像咱目前所拄着的是控制的艰难，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个疫情吼。这引带咱倒转来伫甲上帝的关系顶悬啦吼。前礼拜牧师有讲到即摆字啦吼，即摆字，咧甲牧师咧分享的即中间，伊咧问啦，上帝是要互咱惊的嘛？吼，有足侪人问即个问题。但是当然，上帝毋是要互咱惊啦吼。但是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若毋惊上帝呢，会安怎？伫耶稣时代，以色列人、法利赛人、祭司、经学士，因毋惊上帝，因惊啥物啊？惊百姓。这甲即摆现代有关无？足共无？足惊选票无一样。毋惊上帝啊？敢毋是安尼？到底咱甲上帝关系是要因为咱所领受的恩典，上帝讲我会当得自由，所以我毋免惊，所以我会当做我家己想要爱，敢真正是安尼？我想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足侪物件来去思考。伫前2礼拜中间，咱也拢讲着上帝的试验吼，包括讲伫旧约中间，咱有讲几个。我今仔日佫甲2礼拜前的迄个试验的部分，佫来甲大家复习一摆，我连咪会去讲着即个部分吼。其实上帝毋是咧试验尔定，即个试验的原文有迄种 training as test， 也是讲，互咱有一摆搁一摆的经历来去思想人甲上帝的关系。以色列咧出埃及的过程嘛是共款，保罗咧宣教的过程会共款。伊会拄着侪侪无共款的种族、文化、语言甲宗教。上大2个问题是讲希腊话的，甲讲希伯来文的以色列人吼，因的宗教的这挑战甲拜铁，甚至因的性命安全的问题拢会拄着。我想这嘛是咱即马现在咧面对咱的生活，伊嘛需要面对耶稣基督的使徒。咱过来拜5，用使徒行传15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吼。使徒的看法，甲上帝互保罗的呼召有冲突的时阵，因要安怎去思考上帝互咱的共同的呼召，甲迄个圣神的感动是到底是啥物？这拢是试验人甲人的关系，嘛是咧考验咱甲上帝的关系。出来记20章20节。上帝透过摩西要来甲以色列人讲话，但是咱来看见迄个经文的记载，讲上帝伫遐出现的时阵吼，后讲位后死，然后足大声，逐个惊吼。摩西就甲因讲，毋免惊啦，上帝出现是要来考验恁，互恁通好来时吼，来服从伊，逐时刻来服从伊，袂致到犯罪啦吼。伫其他的翻译是讲坚固啦吼，会来坚固吼。10条诫到底是啥物货？10条诫到底是啥物货？后礼拜牧师会用10条诫来甲大家思考即个问题啦吼。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申命记吼。是考验吗？也是规范？咱讲定讲吼，你莫甲我规定一堆足歹做代志的有无？咱定定会安尼讲吼。迄规范到底是要创啥物货？是10条诫对咱有无共款的使命意义？
咱今仔日用10条界，用新的界面，甲保罗所咧讲的一寡概念，咱来思考来思考。伫10条界中间，咱通常讲头前的4条界是对上帝，咱拄则伫四章告白内底所讲的。所以你甲看讲，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过来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上帝的名。过来第4项，着记日安息日守伊做神。着记日安息日来守伊做神。咱明仔载来去讲到这个部分我时常咧讲若圣经内底讲你袂使做啥，就表示啥？咧看这物件的人伫当这时的 context， 这人就是拢安尼咧做啦。好，咱来想，以色列人伫埃及偌久的时间？430天。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间，因430天学会晓因的民间宗教的敬拜礼。埃及有偌济神明？上界无10个。10个灾难嘛，10个灾难就是咧对埃及的神明啊。OK， 上界无10个，因啥物拢通拜。咱定咧笑讲台湾人做袂信的。迄大樟树也讲迄树头公，大粒石头就讲这个袂当选，这是石头公，因为迄伫遐几啊百担啊。我讲开玩笑，我搭的土地拢几个年的，敢毋是安尼？地球几个年的，敢毋是？无地球拢是神明。但是我咧讲，逐个民族，差不多逐个原始的民族的中间，遐民间宗教拢安尼。伊看到一个大自然中间较大的溃烂，伊感觉这神。咱用一个较近的2000年前，耶稣行伫水面的时阵，学生看着讲啥？鬼，有无？迄鬼对因来讲嘛是神啊，有特别的溃烂的啊，特别的溃烂的，因拢甲伊当作神，所以因毋是干那拜一个神。这甲亚伯拉罕受呼召的事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上帝必须爱用一寡提醒，咱莫讲规定啊，讲规定咱就题目是足歹的咱讲第一寡提醒，提醒啥？提醒我是唯一你通倚靠的上帝。你毋通雕刻偶像顶悬，上帝才咧甲摩西讲尔，下骹就安那，紧诶，你的金仔、你的银仔拢拔起来，开始来做啥？做金牛，佮讲啥？这个才是真正带领恁出埃及的神啊！马上啦马上，你若佮斟酌去读第20个后边，佮有一段解说啊。天顶地下所有的形象，你拢袂当去雕刻伊啊！所有的你拢袂通去拜伊啊！即摆人正确的描写一种物件，叫做在台上表演的，叫做啥物诶？偶像。所以意思是讲，伊伫你的心目中赢过你的父母，有的囡仔偷挾钱走去买票去排队啊！放假的时无一顿个拢去做偶像啊！共款倒转来信仰，有一个物件伫咱的心目中比上帝搁较地位悬的时阵，迄就是咱的偶像，咱的偶像。过来袂使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我咧准备咧中间咧，伫即2天因为总统着病的代志当然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看法啦听讲总统的对手呢，甲网络顶悬所有的负面的物件拢摕落来，敢若留一条。伊讲1个月了后，你会当叫我太太第一夫人。听讲有足侪人家推啦这叫做滥散称别人的名，因为还未发生的代志还未发生的代志这个有当时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有真侪时阵，咱会安尼做。有一个笑话讲，一个少年仔足爱一个查某囡仔，
就甲迄个查某囝仔讲吼，昨姓氏甲我感动，讲你一定要做我的某。这是上下人三称耶和华的名。第4点，咱讲守安息日，就是讲因拢无咧守安息日啦。因毋捌咧守安息日，因为伫埃及的文化中间无安息日这样代志。因已经袂记即上帝是创造天地主宰。咱若对经文出来第20章第40后壁，佮去个第4届后壁，你佮去遐看的时阵，遐有一个真重要咧讲着啥？爱纪念上帝创造6天，第7天安息。伊已经袂记即原来迄个上帝，所以伫即个所在安尼提醒。后礼拜咱要用新明记第5章咧讲的就无共款啦，吼，角度无共款。但是事实上，安息日若佮注意来看后壁的规定，伊毋是干那对上帝尔。第4届基本上是耶稣新的改变的精神，会当去思考的吼。连伊我则来讲吼。第5届讲爱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即个孝敬应该有真侪牧师甲咱讲过，伊必来无孝敬即2字。伊必来文亲像英语的翻译 ，honor your parents，honor your father，honor your mother。所以 honor， 啥物叫做 honor？ 就是讲无论你的行达，无论你所讲的话，无论你做啥物话，人拢会讲哦，你老爸生你吼足有值，安尼就对啦。但无论你做啥物，人就讲哈，你老爸若生你安尼，安尼你就爱好好反省。这是原文，这个意思是伫这个所在。再来，咱来看讲因的生活，因会去害死人，因会去行奸淫，因会去偷窃，因会去做假干净来陷害人。前几工伫某信内底，咱也有去讲到这个部分吼，毋通贪乱别人的物，所以因吼迄阵拢安尼啊，也无为假戒对无？今仔日诗篇80篇，甲咱讲啥？你是安怎甲我这个假戒掠掉，互别人来挽我的葡萄无？咧讲这个概念嘛，因拢无介意做伙行嘛，搁做伙行嘛吼。伫出来教会中间，你的我会分袂清楚啊。这个代志发生伫啥物人的身上？发生伫亚伯拉罕甲罗德的身上。因的罗伯为着啥物人会用伫遐咧冤家，敢毋是安尼？吼，咱真侪时阵会感觉讲，哎，咱无要紧。但是真正有要紧的是分袂清楚吼。这是伫迄个生活的中间，10条界，咱会感觉讲足甲咱现代基督徒无关系，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代志。但是耶稣伊用新的改变互咱，新的改变内底只有2条尔。伊甲即个10条界浓缩做2条。咱讲头前4条界是对上帝嘛吼，只有我是上帝啊，袂当做偶像啊，袂当称耶和华的名，爱守安息日，咱讲对上帝。后壁拢对人的代志，对无？爱孝敬父母啦，袂当杀人啦，袂当袂使。OK。耶稣讲，你着尽心尽性听主你的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就是讲，若照希伯来文的讲法，就是讲 with all your life。吼，你讲咱来用英语吼，来看遮吼。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你有几个 heart？ 这单数啊，你若无 heart 会安那？无命嘛。所以基本上原文咧讲的意思是讲，爱用你全性命来听主你的上帝，安尼，就简单咧。伊只是用无共款的讲法来提醒，伊讲无尽性，吼，尽性是你的灵，伊灵嘛指性命，吼，过来咧 ，with your mind, all your mind， 你的思想。所以圣经讲咱每日善思上帝律法的人，即个人安那有福气。所以伊意思真清楚啊，就是讲用你全部的来听上帝，用你的性命来听上帝。过来咧，第2个讲，即个界是大也是头一个，第2个3亲像，即句话真重要。
伊讲第二个啊三亲像，吼，即个 is like， 就是讲甲头前个饼仔重要。咱捌看过迄个古早菜市仔咧卖物件凊仔无？一支管，顶悬一个盘仔，啊即边啥？凊腿对无？啊扭伫即边只，啊着爱两个平啊，爱两个平，若无平叫做头筋减软，你甲我拼。迄个意思就是讲，即两个是共款的，平仔重要。啊，意思就是讲，咱若无有疼人的性命，你袂使去讲我是疼上帝。倒边来讲，你讲我是疼上帝，我足认真的，我拢足服侍的，但是吼，你对人足歹的，这嘛讲袂过去。吼，所以讲，即两条界是全论法甲先知的总拳头。两礼拜前，平平姐伫迄个拜五早间甲我问律法的问题啊，吼，有无？总拳头的意思啥？以色列规定600几条，搁10条界，迄伤啰嗦啦。倒转来耶稣咧讲的，就是咱用4个字来讲，叫做言行应人。这是基督徒基本的基础，容神益人啊，容神益人，就是。所有的总拳头就是即个概念，就是讲你爱疼上帝嘛，爱疼人，吼。所以伊伫遮安尼来交代吼。啊，我是安怎讲第4届？第4届守安息日，就是耶稣的新的概念的呈现。耶稣讲第一个爱疼上帝，第二个三亲像，就是讲你袂当无疼人，你若讲你疼上帝的时阵，第4条来讲，你着爱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恩典。伊第7日安息，6日创造。申命记第5章讲啥？你爱会记你伫埃及做奴隶，是上帝用大款的手甲你带出来。所以伫无共款的 context 内底，你拢爱去纪念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恩典，因为安尼你会疼人。后壁讲的，你的奴仆、你的儿女、出外人、你的前生。拢爱互因甲你共款得到啥安息？啊，啥物人要做？如果逐个人拢以色列人讲的哦，你的肩胛头若关过，你的手若经过关过这个肩胛头，叫做做工。所以你若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的时阵，迄个饭店内底啊，迄个楼电梯吼，迄个按键，拢甲你讲安息日的时阵吼，主动。每一楼拢开，所以你就免试啊，你就无做工啊。吼，伊是守啊，亲像安尼足杂某的安尼啊吼。但是这毋是改变的目的，改变的目的是要爱互咱来思考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这嘛是伫前个月牧师甲咱咧讲到即个教会甲礼拜到底是啥物，意思是共款吼。目的是啥？保罗捌讲着讲，迄个恁担拢无疼，现存的是啥物货？信心、愿望、疼痛，过来咧，其中上大的是安怎？仁爱啊，吼，是疼痛。所以咱咧看着讲，遮个百姓伫18节讲啊，因伫遐足惊吓的。看到上帝啊好，上帝规定遮济，惊到要死。上帝规定遮济有愈使，吼啊无代无志规定遮济是要创啥货？但是咱亲像遮以色列百姓共款，伊讲你甲阮讲就好啦，阮毋免甲上帝讲。你感觉安尼敢对？安尼敢对？所以后壁拢找牵先知啦，找牵迄个祭司啦。因为以色列人毋敢甲上帝讲话嘛，因无当作上帝带领因的这个救恩是上帝甲因的关系，因会惊，毋通互上帝甲阮讲，惊了阮会死。这是足大的问题，伫即句话内底，20节摩西真清楚地讲，迄个目的是要创啥个？
上帝是要试验恁，咱等下去讲着试验，咱搁来回顾2礼拜前牧师讲的吼，搁互恁时常来敬畏伊，免得恁犯罪。犯罪意思是安怎？伫耶稣咧甲彼得讲吼，撒旦退我后壁去，即个撒旦的意思是安怎？违背上帝的旨意，这嘛是罪。伊彼得人咧讲的罪，就是讲你无射着迄个目标，你的人生目标毋是对上帝，安尼你就是犯罪。所以最主要是要来试验恁。那伫即个诗篇，连伊咱上个月用着诗篇来思考吼，诗篇咧讲是要来坚固咱吼。所以咱来看伊讲，上帝要安怎来考验，要查验人的心，真正是着上帝。咱来看伊讲即个字吼的意思是讲，要来考验，要来证明。咱用现代的制度来讲吼，你要证明讲吼，我是一个 handyman 吼，你是木工的，还是水电的，你爱创啥？你爱考执照，吼，咱的主听兄嘛是爱考执照，伊专门来做调音的，吼，爱考执照，爱去 test， 然后 prove， 我有即个 ability， 我有即个能力来做即项代志。上帝伫即个带领人的过程中间，试着稳定的过程的中间，来互咱继续来得到伊的试炼、考试、训练，然后证明，证明。上帝考验阿伯拉罕嘛是安尼对无？甲伊讲吼，我要看你对我有偌迄落，安怎？你将你的囝奉献互我，试看伊有真正相信伊无？阿伯拉罕几岁生囝？100岁生囝，因某99岁。足侪人爱共开玩笑讲，人迄落煞来99岁，所以你讲啊，佫有5万。对阿伯拉罕亲身的经历，上帝伫因看做无可能的时阵，手术一个细囝。上帝讲你家己奉献互我，我毋知咱会安怎想，咱袂，可能想讲我足无简单才得到的喏 ，This is mine， 是毋是安尼？人讲足侪囡仔吼，你若互伊糖仔吼，放伫喙内底，吐袂出来，就吐袂出来啊。但是阿伯拉罕经历着迄个试验，伊愿意，伊搁甲伊后生讲啥？上帝已经准备好啊，上帝已经准备好。上帝来试阿伯拉罕，嘛来试即个摩西甲以色列人，伫遐一步一步、一摆一摆来带领因来试验因。咱若倒转去看，伫出来记内底来圣经讲几若摆啦吼。诗篇26篇第2节讲，求主你监察我，考验我，求你审查我。其实这3个拢同款的意思啦。伫经过迄个训练的中间，来试看我是毋是真正敬神疼人的人。10条诫的规定是要来看咱有信心无。你会知影伫出来记20章所记载，即个伫山甲的以色列人，因基本上是无信心的。因等摩西40天，因安怎讲？当毋来死啊我的啊，毋来死啊我的啊，无咱家己来找一个领袖，家己来做一个心灵。我想如果咱今仔日总统的破病吼，伊拢无法报消息，已经经过3礼拜、4礼拜啊，即种的想法会出来哦，是毋是安尼？咱有一寡物件是信心的问题。上帝要来试验人甲伊家己的关系。虽然你会讲是安怎，上帝互以色列人伫出来记的时阵10条诫命。佮规定因有犹太法律600几条，有够济啦。咱讲倒转来上头起先上帝人类的始祖亚当，偌济诫命？1条。遮你拢通食，干那迄个你袂使，安尼尔。亚当有经过考试无？基本上是失败啦。
吼。所以试验人甲上帝的关系，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伊讲万古的耶和华，互阮行倒转，行倒转的意思是，阮已经离开你的正道啊，吼，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救。咱已经离开，所以已经甲救恩远离啊。若要讲就讲，已经行入死亡啊，所以发出光，互阮得到救。伊对埃及刷一丛葡萄树是咧讲着出埃及的景况啊，吼。赶出列邦来在伊，在伊就是讲，互因入去伫迦南地应允之地。你伫伊的头前摒空土地，互伊的根定深，啊就生团满地，也满满伫遐吼。啊，你的影来食的山，伊的枝亲像真好的青碧树安尼吼。发出伊的枝，像甲大海，伊的地，看甲大河。大海伫倒？咱最近咧看迄个保罗的宣教旅行，大海就是咧讲着迄个地中海，咧讲加利利海。大河伫倒？大河就是咧讲着文化遐敢咧问的，阿伯拉罕出来所在叫做摩尼，迄两条大河流域，现代中文的本就甲写出来。迄两个所在，所以意思是讲，因的范围，伊伫咧国大的中间，咧国大的中间。伊讲你啥事拆伊的篱笆，出在所有的人来挽伊，当然咧讲着因的国家败去啦吼。是安怎以色列人会去到大河迄边遐？因受掠敢毋是？吼，受掠甲亚述，受掠甲阿巴比伦嘛，去到迄个所在吼，去到迄个所在。所以伫经文的中间，伊伫遐来求叫上帝。伊讲万古的耶和华，求你倒转对天压落，照顾即丛葡萄树咧，讲啥物啦？你所竞选的百姓，过去的观念讲是犹太人选民，现在咱爱甲即个了解做你甲我受呼召、受着救恩的基督徒。伊讲你的正手来保护你正手所在的。甲你为着家己所坚固的基，咱会面对困难，咱会伫即个生活中间拄着济，互咱会去离开上帝的可能性。但是咱爱不断倒转来，因为上帝借着10条诫，第1条诫就甲咱讲，咱就偌济瓦克，就一个，彼得嘛讲真清楚，当所有的拯救只有安那一个无想事别个，这个是要帮助咱坚固咱，伫咱咧面对困难、面对灾难的时，咱亲像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咱会时刻离开，因为遐个艰难，可能咱会海惨，咱可能会艰苦，咱会去找求，但是吼。当一个人伫咧真艰苦的时阵，伊会想办法要安怎乌白衫。伊讲我有1%的肉我嘛要掠，但是通常你永远掠唔着。所以伫信仰的中间，咱爱提醒，倒转的是伫上帝的面头前来求讨伊的看顾，互伊来坚固咱，兼且透过一的试炼。兼且透过伊济的提醒规定，互咱一届搁一届愈甲伊拉亲近。咱无在甲一届就完全，咱毋是完全的人，但是要透过一摆搁一摆，甲主三结连，甲伊的关系会拉亲密。咱做来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愿恳求主你甲阮继续来三角之地。互阮会通借着你的救恩来得到永活，祝阮的人生伫济的灾难的中间，检采会累刺，检采会艰苦，失去方向，检采会乌白憔悴。求主你显明你的旨意伫阮的头前，也互阮会通借着你的救恩来甲你行相活，阮一步一步来对你行。希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有一摆失败，伫遐来埋怨，伫遐来离开你，
但是你游完一摆搁一摆守住你的稳定，互因一摆搁一摆会当学习来甲你来行斗阵。主阮需要安尼稳定甲阮三角伫地。阮无比出来级的以色列人较好，阮有可能比因搁较软弱。但是当阮伫软弱的时阵，阮要靠主你来刚强，求主你来坚固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为着阮中间身体欠安尼，主你甲因三角伫地，心灵软弱的，你也将你的圣神的平安赏赐伫因中间。搁一摆为着阮所面对的疫情，遮的野火，以及遮第一线伫服务的人来献上祈祷。主你亲自甲阮三个伫地，使得你的救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守圣餐无需要先甲即个PowerPoint关起来所以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守圣餐咱会当甲咱的影像开甲主来带领咱来守圣餐。今日是全世界咱普世的圣餐主日咱拢会伫即个主日中间做伙来守圣餐。咱的教会基本上2个月来守一摆圣餐。有的教会是逐礼拜守圣餐特别是较礼仪的教会但是守圣餐的意义，甲咱咧讲迄个十条诫的意义共款迄个目的到底是啥？咱爱来思考。主耶稣受袂迄面，伊摕饼起来来祝谢来将即个饼掰开。伊甲伊的门徒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着惊安尼来纪念我。然后伊就搁旁杯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迄个耶稣所交代的重点是讲，恁逐摆食、逐摆啉的时阵，着好哪亲像，甲我伫最后一暝伫遐，搁来要经历伊的死搁活。咱逐摆食的是安尼，着纪念伊，毋是纪念伊的恩典尔。咱时常拢讲咱纪念主的恩典，咱是纪念伊的救恩，纪念伊，互咱会通坐伫遮做伙来做咧敬拜伊。纪念伊，互咱成做伊的门徒，对伊的呼召，伊的脚步来行。做无够，求主赦免，咱继续来努力，咱做来祈祷。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来得到即种的救恩。只要阮心来相信，嘴承认。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是遮尔大，互阮会通借着安尼，就来领受你的救恩以外，也领受主你互阮的呼召。主恳求你继续甲阮兄弟姊妹，阮的同工三角伫地，特别是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有侪的困难，你互阮来排除遮的困难，继续添调阮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添调阮甲你的关系，主，阮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互阮会通来赢过2020年的出埃及。阮做伙来领受主你的恩典，来献上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受袂迄暝，摕饼掰开，祝谢了掰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今仔日就无有烘杯烘饼的服侍，咱每一个人拢有准备，咱做伙来领受，咱会当先甲喙人先结落食了后，主搁烘杯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
恁搁一摆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愿领受主你的救恩，透过你为着阮的牺牲。主啊，阮知即个恩典是遮尔大，是无价。阮更较需要伫阮的生活中间来继续思考反省，接受你的试验，互你来坚固阮。阮为着阮所领受恩典献上感谢，告主耶稣的圣名，阿免。我继续来甲即个报告。感谢李牧师，咱即时继续咱敬拜咱来用信息释放，受救主管理罪我国家，咱做了因死了回应上帝。
德万民的主，我来为着对你得到这恩赐，我来献上我的感谢。我来感谢你，有阮会当徛去美国这个土地，我伫遮得到成长，得到培养，伫遮来当来建立阮的家庭，而且伊甲阮的亲人也有相听，我伫遮教会来敬拜，甲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有好的团契生活。对吧？阮知，阮遮所有的拢是你手术的，拢是阮有时伊阮要奉献阮的金钱、阮的时间、像的才能，互你的时阵，阮会当在丢丢来挣扎一个。主啊，根据阮的知影，阮来甘心乐意，将阮用属于你的来献互你，来经历做主的路。特别上帝，阮一切拢是你亲属的完全了记得，我们要感谢主，将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主继续带领阮，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姐，这里请伊牧师来报告关怀。好，兄弟平安。有几项代志来甲大家来分享啊，请咱来三体祈祷啦吼。伫北加州，咱所知影，你若咧啉酒就知影纳帕已经烧甲差不多去啊吼。搁另外一个所在目前我看的资料是大概只有控制39%的俩吼，所以讲搁有足大的区域未介好势吼。咱也为着这来祈祷啦吼。咱久无见面咱所敬敬的李标阮牧师娘，伊伫明仔载要搁第4摆接受这个 MRI 甲这个腹腔的检查啦吼，超音波的检查，伊请咱替伊祈祷吼，甲咱请安尼吼。第三项是迄个生日，文华兄你24号生日。24岁。24岁啊！我特别知影你几岁啊？好，初十就是你表我牧师娘啦吼，23号是建基兄吼，24号是文华兄。咱连咪刷是咱才来为着因唱生日祝福的歌啦吼。好，我要甲咱讲一下，因为我伫礼拜四吼，我的手机伫遐咧翕相。我拢开飞机模式啊吼，所以我因为捌接着我无接着的电话，有迄个记录，所以我大家讲者，礼拜早起基本上我无用嘛是，我礼拜是拢关起来吼，所以你早起可能要敲电话要找我会较困难吼，你若毋是，无就看牧师娘是讲你第日要真足重要要联络的时阵啦吼，因为我必须爱专心啦吼。礼拜这中间，所以大家讲一下吼。好，今仔日是普世圣餐主日，咱做伙来领受主的恩典，也来思考反省吼。求主帮助咱吼，继续。咱就有实体甲网络的这个并行吼。基本上是真正希望咱兄弟姊妹当倒转来，也渐渐咧开放，倒转来。我昨甲其他教会的同工咧讲吼。阮的会友即摆拢笨蛋吼，我想咱莫有安尼吼，来一礼拜来见上帝吼，毋通笨蛋吼，甲上帝建立关系，互伊坚固咱的信仰，这最重要吼。好，你若有来伫遮，就做伙奉献；若无的时阵，你会通要寄来教会请这个做长老来处理吼。过来初9拜5，咱即马改做7点半吼，咱要来查考这个属地方电坐15章，就是保罗伊第一届宣教旅行倒转去安提阿了后，有发生一寡代志。咱虽然这毋是伊的宣教旅行，但是伊一个咱来讲一个真重要的 turning point 吼。伊搁了后16章开始搁即个。第2摆的旅程吼，
伫即个中间所发生诶代志，影响伊倒尾咧甲一寡批信诶啥有教会啥有迄个拢有关系吼。这是咱这边来想诶吼。好，前礼拜诶人数21个，拜五诶查经12位吼，奉献有1231块吼以上。好，这是后礼拜诶资料，后礼拜服侍伫遮。OK， 来。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句是4篇80章80篇85节，咱85节咱头2摆。我你将所在的，今日咱所给我的第1摆。我你将所在的，今日咱所给我的第4篇80篇85节，咱要做来吟上经的诗512首，512首，然后请李牧师祝祷。圣神伊的权能，甲咱三甲伫地，互咱来经过2020年所面对的艰难，咱会出埃及。求主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来，寿星要站起来。寿星站起来，站在前面来。伊加做困去安尼。我无，哦，迄个建议啊嘛伫内底哈。我无瘦啦，你讲寿星。哦。你是野兽兽吧？我是得罪，是得罪的。来。你来无人问我几回？啊，你答我唔是讲伊啊？啊，你家己讲过啊，你讲。你出世到即摆已经偌久啊？我袂记诶。几年前出事诶代志我袂记诶，所以我唔知。14岁。多谢。准。看起来是42啦。了解，准的啦，准的。来交杯时间，今仔日伫遮10个吼，这两场是，哦，得10个，礼拜两天10个，你无顺娘看袂得。你无输你是多一个你无输。含笑的是。哦，你讲含笑，哦，说一下。有啊，雅慧甲迄个方明伫遮。那班长咧点名啦，班长下嘛。咱这个歌袂听吼。袂拼啊！咱请恁大家来听吼。来哦，袂拼啊！有来有会囝哦，听恁来客哦。到谁哦？来客来客，免是嘛免。啊，这甲你声袂着啦，有恁兜袂拼啦。哦，客来，要甲你声。来，方明先客。遮啦，伫遮啦，这台，遐看无啦。遮面豆腐吼，啊，你若。正面伫遮啦，正面伫遮啦，嘿啦。嗯。我看到，在你家。来。谢谢。啊，你也睇问题。伊个啊。太使有点啊。15有够。有啲咯。有啊，有糖。内底有糖。